第一話一，夫妻沒有說出要是的丈夫，無論如何努力，也不能改變現實。門倉文二搔了搔花白的腦袋，隨着他的動作，櫻花花瓣翩翩飄落在地板上，天花板懸掛式罩燈的微暗光線把店裏染成黃褐色。門倉埋頭看着自己寫在筆記本上的文字，具體是怎麼回事？這個嗎？開口回答門倉詢問的是時田流，這家咖啡店的店長。他的眼睛像線一樣細，是個身高超過2公尺的大漢，總是穿着白色的廚師服。比方說，這台收銀機在日本現存使用的同類機器中，算是相當古老的，據說十分貴重，為了防盜本體就有40公斤重。說是古老，也並不是從開店當時就存在了。這家店導入收銀機是從昭和時期開始。假設某一天，這台收銀機被偷了，留在櫃台後方，東地打了一下收銀機，這樣的話，大家通常都會這麼想吧，回到過去，把收銀機藏起來以免被偷走，然後盯着不讓人走進店裏就好了。確實是這樣沒錯，門倉認同地回應道。但是這樣是行不通的，無論怎樣努力防止收銀機被偷，小偷還是會到店裏來，把藏起來的收銀機偷走。這就很有意思了。有什麼科學根據嗎？我想知道因果關係，是某種蝴蝶效應嗎？門倉雙眼閃閃發光地望着劉。蝴蝶效應？這次輪到劉疑惑地歪着腦袋。那是氣象學家愛德華·羅倫茲於1972年在美國科學振興協會上演講發表的理論。日本不是也有個諺語，颳大風時，賣木桶的就會賺大錢，跟那是一樣的道理。原來如此。然而，現實不會改變，所以這不是影響，而比較接近修正。這樣一來，蝴蝶效應就不適用了。哇，真的越來越有意思了。門倉一面愉快地喃喃自語，一面在筆記本上快速書寫。其實，我們也只知道規矩而已，是吧？劉轉頭向站在旁邊的素晶求同意。素仍舊垂着眼簾，平淡地回應。素是這家咖啡店的女服務生，她穿着白襯衫、黑背心，繫着是走絲的圍裙，正面無表情地擦拭着玻璃杯。素的皮膚白色，一雙鳳眼，面容清秀，但卻沒有什麼特徵。看她一眼，然後把眼睛閉起來，就無法想起她到底長什麼樣子。這麼說來，還有一個人。門倉隨着劉的視線望過去，然他想起來了，人影非常單薄，十分沒有存在感，所以門倉老師來這家咖啡店，是想見什麼人呢？請別叫我老師了，青川小姐，我早就已經不教學生啦。門倉對着插話的青川二美子靦腆地搔了搔腦袋。二美子曾經在這家咖啡店回到了過去，為了跟已經分手的戀人見面。
現在他是幾乎每天下班之後都會過來店裏的常客，大多坐在靠近收銀機附近的櫃檯座位上。你們認識吧？老師在我上的大學教考古學，除了考古學家之外，老師還是個冒險家，遊歷了全世界，所以老師講的課程內容相當多元化，非常有價值。二美子回答了劉的問題，也只有你會這麼說，而且你的成績總是名列前茅，是個相當優秀的學生。那裡有，我只是討厭認輸而已。二美子謙虛地擺擺手，話雖如此，二美子在高中時期就自學了6國語言，大學以第1名畢業，這可不單純只是討厭認輸就辦得到的。門倉雖然已經不再教書，卻還記得這位才女。老師，所以呢？啊，我的事情是吧？其實，門倉把視線從坐在櫃檯隔壁位置的二美子身上移開，望着自己交握的雙手。我太太，我想再跟我太太說說話。他低聲喃喃道：跟師母？難道？二美子神色複雜地望向門倉的臉，雖然他沒說出去世2個字，門倉也明白他的意思。啊，不是的，他還活着。聽到門倉的回答，二美子的表情才和緩下來。不過門倉的表情仍舊很沈重，顯然還有什麼隱情。二美子跟劉都一言不發，等待門倉繼續開口。他是還活着，但因為出了意外大腦受傷，現在是植物人的狀態，馬上就要2年半了。據說植物人通常大概僅能存活3、5年。我太太從年紀上看來，也是到了隨時可能撒手都不奇怪的地步了。原來如此啊！那你難道是想回到過去，讓尊夫人避開意外嗎？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很遺憾。剛才已經說過了，劉惋惜地陳述着。門倉聽了輕輕地搖了搖頭，試着想解釋。不是的，本來是有點期待，如果運氣好的話，或許可能吧。但是沒關係。現在，老實說，門倉語頓了一下，找了找眉毛上方。我純粹是有興趣。他說完，自己尷尬地哈哈哈笑起來。這是怎麼說？二美子感到疑惑。能夠回到過去，但是現實卻不會改變，這不是很有意思嗎？門倉雀躍不已，他的眼神像是孩子一樣，但隨即又垂頭喪氣。太不像話了，太太都成了植物人，我還這個樣子？啊，沒有啦。二美子唇畔扯出一抹苦笑，確實是太不像話了。事實上，二美子心裏也不以為然。我就是這樣的性子，所以太太吃了很多苦。年輕時，我就沉迷於考古，一直都只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，結果當了冒險家。環遊全世界，更是常常很久都沒回家。然而，
我太太從來都不抱怨，守護着家裏，撫養孩子，孩子們長大離家了，不知怎地就只剩下我跟太太兩個人。即便如此，我還是跟以前一樣，拋下太太，自己全世界亂跑。有一天，當我回國時，太太已經變成植物人了。門倉一口氣說完，從手上的筆記本裏抽出一張照片，照片上是一對年輕的男女。劉根義美子馬上就認出那是門倉和他太太。照片上的背景很熟悉，像是這家咖啡店裏的巨大落地鐘。這是大約24、5年前在這家咖啡店拍的，立刻顯影的照片。你們知道嗎？拍立得嗎？義美子不確定地回答。現在大家都這麼叫沒錯。拍攝當場的顯影照片，在那個時候非常流行，而這家店的女店長有這樣的相機，說留個紀念替我們拍的。那是我母親，她很喜歡流行的事物，說是留念，一定只是想跟你們炫耀而已。劉聳聳肩膀，無奈地笑道，還跟我太太說，這是護身符，要隨身帶着哦。當然啦，照片能當護身符，完全沒有任何科學根據。門倉一邊說着，一邊晃動着照片。所以，你想回到照相的那天嗎？不是的，我在那之後就再也沒來過這家咖啡店了。但我太太好像不時會在這裏跟孩子們見面，因此，我想回到我太太變成植物人之前的那2、3年。我知道了，劉了解地回應道，接着瞥了坐在店裏最裏面的桌位，穿着白色洋裝的女人一眼。女人有着白得透明的肌膚，黑色長髮，靜靜地看着書。你還有其他的問題嗎？這個門倉把照片夾回筆記本裏，翻開剛才寫下規則的那一頁，又把臉埋了進去。我覺得這跟剛才確認過的現實不能改變的規則有關，是什麼呢？從未來回到過去的人所說的話，是否會留在過去世界當事人的記憶裏呢？什麼？這個劉一時之間不明白門倉問題的含義，皺着眉頭把腦袋歪向一邊。對不起，我說得不夠清楚。門倉找找腦門，因為規矩的某種約制力，所以現實不能改變。這我明白，但是我想知道規矩除了約制現實之外，是不是也會影響記憶？劉即使聽了解釋，頭頂還是繼續冒出問號。也就是說，知道了收銀機將會被偷的人的記憶，會不會被規矩抹除甚至篡改呢？原來如此。劉終於聽懂了，將雙臂交抱在胸前沉思。所以實際上是怎樣呢？義美子也湊了過來，好奇地問劉：這個嘛，真是的，我完全沒想過這個問題呀。而且門倉為什麼會介意這個問題啊？劉沒有立刻回答，而是不明所以地在心裏暗忖着。據劉所知，
在此之前從來沒有人介意過這種事情。現下在門窗旁邊望着流的二美子，也是其中一人。只不過，這家咖啡店的規矩是，曾經回到過去的人，就不能再次回去了。既然這樣，現在的事情已經跟二美子毫無關係。即便如此，他仍舊像是門窗的助手一樣問個不停。劉皺起眉頭，額上滲着汗，細長的眼睛迷得更細了。他只能發出含糊的哼聲。記憶不會受到規矩的影響。然傳來如此肯定的聲音。說話的是在樓旁邊擦完玻璃杯，開始搭紙巾的素。他的聲音通透清澈。這明明是很重要的回答，但他折疊紙巾的手卻沒有停下來過。人就算知道事實真相，也能裝成不知道的樣子說話。知道收銀機會被偷的人，就算早知道會遭竊，也能假裝不知情，等着那一天的到來。規矩限制的，只有假裝不知情的部分而已，並不會干涉記憶，也就是說，不會就此不知道這件事。然而，一直到收銀機被盜竊那天為止，知道的人都會一直惴惴不安地過日子，只因為心裏明白，收銀機一定會被偷走。不過，知道了這件事，該怎樣應對？要如何繼續過日子，都得看當事人的決定。總而言之，問題在於如何接納，而記憶以及隨着記憶而生的感情，都是當事人自己的東西。這部分規矩是不會干涉的。門窗聽了素的說明，表情豁然開朗。原來如此，太好了！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。這樣的話，我就沒有顧慮了。麻煩你，請讓我回到我太太變成植物人之前。門窗從櫃台的座位上站起來，深深地低頭請求。我明白了。素平靜地回答。二美子看着素，讚賞地拍拍手。劉則是驚靈得一時說不出話來。這並不是新的規矩，而是第二條規矩的潛規則。是門窗的問題讓這個事實浮出了水面。回到過去，無論如何努力，也不能改變現實。只不過，規矩限制的只是跟事實不能改變的相關情況，並不會干涉當事人的記憶。門窗在意的並非現實不會改變這條規矩，而是對記憶的影響。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點，也未可知。明白了規矩的心意，劉迷起柳葉般的細眼，抬頭望着天花板。那麼，關於其他的規矩，素繼續進一步說明規矩。然而，對門窗而言，其他的規矩並不重要。回到過去不能離開座位，還有時間限制，他也不在乎。我知道了。門窗只簡單地回應。